囡仔伴郑宇宏，因兜无足好过。阿爸对人渔船掠乌鱼，掠较济，生活就较好过；掠较少，裤大就爱算好按。平常时若无鱼通掠，因阿爸就伫庄内猛破豆、敲三洲也是徛伫庙口跋筊。因阿母伫庄里做山工，干那会当勉强维持3顿饱。读册的学费、所费爱靠家己传、家己拼。逐工放学，别人咧四界乌白楼、乌白车，伊就爱赶上班，打早平常时的开销。何况是假日，也是寒暑假，较有可能通好人工甲阮咧算。读册的时，骑一只中古 DT 的乌托摆，袂输都市游劫咧。伊是一个故意囡仔，话句无济，含慢讲话，做代志骨力拍拼，做人正派袂蹊跷，伫身躯顶学习到袂少正面的观念。